这两天这个皮湖真热烈哦，当咧举办风吹龙板的比赛，有11个国家的选手来参加。这届佫增加到跳悬的比赛的项目。目前女子跳悬纪录的保持者，就是咱台湾的选手欧嘉玲。伊讲，伊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甲奖牌留伫台湾。 卡达龙板伫海上犹如行云流水，国典赢珠世界风吹龙板比赛，将来自11国家的歌手拢邀请到平湖，连续2项比赛要比冠军。挺过瘾，因为这个地方风很强，所以这种比赛很过瘾。选手拢真学乐，比赛伫平湖的乌西白溪举行。 风吹龙板即将伫2022年被列为亚运正式的比赛项目，2024年嘛变成奥运的比赛项目。 引起注意的是，咱个歌手侯嘉玲，伊是平湖的在地人，嘛是风吹龙板女子跳悬纪录20.5公尺的保持人。我会全力以赴啦，但是这次看起来有很多厉害的选手前来，所以我们要比了才知道。咱个奥运培育重点选手15岁曾久伟嘛无缺席。这边的风就强很多，然后水很清澈。 平湖较好的比赛场所比台湾本岛更加适合竞赛，嘛有真侪选手留下真深的印象，更加希望讲会使得到好成绩。